我掃把影片，我今日就要嚟教大家玩呢隻艾迪加啦。我艾迪加升到2000杯，所以我就可以俾大家更加多嘅建議同埋技巧。首先我建議大家就會係練下呢個武裝。如果你想係多啲血嘅話，咁你就可以揀呢個。不過我哋主要今日會係揀呢個嘅武裝。我哋而家廢話少講，快啲開始。大家平時咧就會通常係咁樣，揾呢個武裝跳過去，然之後就嚓咁樣打死佢啊嘛。我今日就有個技巧教大家。如果對面係有極限威能大嘅話，咁你就可以係咁樣跳喺原地，然之後佢就會突然之間開咗個極限威能大，就好似格里夫呢啲純秒嘅角色。然之後你就可以再用你嘅武裝配件衝過去，打，然之後就死咗啦。然之後咧，我仲有一個方法就係拉回。大家平時探草叢嘅時候，係咪就要咁樣伸入去咧？咁應該係唔啱嘅。我應該係咁樣打下拉後，就好似咁樣都可以攻擊到人哋。咁樣人哋就攻擊唔到我，但係我哋攻擊到人哋，即係好似咁樣拉後探。然之後我而家就教一教大家嗰個點射門方法。而家大家都應該睇過，然之後就係咁樣跳啊，然之後就咁樣，然之後就可以入波。然之後入波啦，然之後大家記住呢個武裝係可以穿牆，即係你可以淨係可以穿呢個1格牆，就係1格嘅牆。如果你2格嘅話就穿唔到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咁穿過去打，然之後打死佢嘅。然之後咧，如果你係草叢裏面想抽襲人哋嘅話，咁我建議你哋即係有個連招嘅，就係如果當你哋儲到大技嘅話，就會咁樣首先打一下，首先咁樣打2下，然之後再嚟個跳，然之後就可以秒到佢噶啦。因為7000以下滴血嘅人就可以10秒啦。然之後如果人哋仲未死噶，咁你就可以加埋個大技或者有啲極限威能咁樣。然之後如果手感方面咧，我覺得係大家就用翻自己想用嘅造型啦。如果係我會特別建議79馮新年出嗰個大蛇嘅嗰個艾迪加造型。咁呢個就係足球裏面嘅教學。我哋而家就教大家點樣玩生死鬥嘅時候玩啦。大家平時咪遇到同你同叻又有極限威能嘅艾迪加嘅。如果係咁樣，然之後你去到生死鬥嘅話，咁你就要開始要慢慢試探下磨下佢啲血，就啱啱教呢個技巧磨下啲血。然之後等佢殘血嘅時候再嚟個大技。然之後艾迪加嘅大技正中心咧，佢就會係直接扣2980。但係如果佢嘅大技喺側邊嘅話，就會係1490。咁即係佢嘅扣嘅血量係唔同嘅。然之後咧，如果艾迪加你有吊飾嘅話，艾迪加佢個極限威能會加長一個距離，就會扣567滴血啦。然之後如果你係用自己個攻擊嘅話，就會用1080。然之後咧，艾迪加嘅話，如果你面對面係多子彈嘅話，你就可以咁樣跳過去，然之後再跳，然之後再跳咁樣，咁就會瘋狂打，即係就係咁樣，然之後就可以將佢折磨，即係就會將佢啲子彈消耗晒。艾迪加咧，佢仲有一個技巧嘅，就係咧，我會建議大家就係咁樣跳過去，然之後就打2下，然之後再嚟個打2下，然之後如果你冇大技嘅話，就打到更加有大技為止。然之後如果艾迪加咧，即係艾迪加佢通常係一個刺客嚟嘅。如果你面對到一啲好勁嘅對手，你就通常歸數等佢過嚟，然之後再打佢。就譬如好似咁樣，然之後就咁樣打。然之後咧，如果你有極限威能大，就唔好心急跳住過去。如果對面係有啲移動嘅角色，即係普攻或者大技有啲移動嘅角色，你就唔好咁急住衝過去，要等佢浪費咗嗰個機會先至再衝，即係好似咁樣喺度撩佢打咁樣。然之後佢用咗啲機會啦，然之後咧，咁我哋就用完啦，我哋就衝過嚟打咗佢，然之後佢就會死咗噶啦。然之後艾迪加咧，佢個大技係有2個方法，一就係跳入，然之後打；二咧就係可以逃離此地，即係直接逃離。逃離嘅時候係好好用，所以我建議大家用呢個武裝，因為佢可以有2個大技，即係就連續用2個大技啦。然之後咪見到啲艾迪加通常都係會
過嚟撩交帶，嗰啲就係垃圾版嘅艾迪加，嗰啲咧就會係俾你瞬間秒殺翻㗎啦。大家一開始咧咪就係會有啲打傷嘅，然之後打傷呢個係會係能量啦，然之後咧如果一開始建議大家打多啲傷啦，然之後攞啲能量，然之後就開始歸草，然之後你去到生死鬥嘅時候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出嚟打人啦，然之後你就可以咁樣打人啊，然之後咧咁你就好易贏，因為你又會有大嘅肯威能打，因為佢免費草，然之後又多日能量，咁你就有可能會贏，同埋艾迪加好易係反敗為勝嘅。然之後如果即係有啲角色突然間靠近嘅話，咁你就可以扮俾佢打，然之後佢咪跟住過嚟嘅，即係咧佢就會係，即係咧啲人咪會佢咁樣追住過嚟打，然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扮俾佢驚啦，然之後就突然間嚟個反殺，然之後就可以打，然之後咁佢就會俾你打死㗎啦。然之後艾迪加嘅話大家如果艾迪加通常遇到組隊啦，組隊到最後嘅話，咁我建議大家咧，等人哋開始，然之後你就極限威能泰，譬如呢有好多個人啦，然之後你就跳向上，然之後再跳向上，咁就會減少受傷嘅機率，然之後最尾得翻幾個人就開始打，因為對面全部已經絲血，然之後就可以打死佢啦。咁然之後我而家就嚟實踐一下俾大家睇下，如果你經過呢個嚟訓練嘅話，會係點樣？咁我哋而家就去，咁個實戰就會係咁樣嘅。咁為咗讓大家睇得舒服啲，咁我就會開始 cut 一 cut 呢度嘅有啲無聊嘅階段。個實戰就會係咁樣啦，咁今條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條片就 like and subscribe，咁我哋就下條片見，拜拜。